为了让囡仔了解珍爱地球的重要性，同时嘛会当快乐学习绿能科技的相关知识。市府特别举办沙仑绿色生活节加绿色魔法日系列活动，透过科普实验、闯关游戏等比较轻松的方式，培养囡仔节能减碳的观念。现场不仅有这个科学普及简单的介绍这个绿能，让小朋友都知道，还有许多来自电视上的歌姐儿童节目的歌姐，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带着大人带小孩一起来，所以度过一个快乐又有感性又有知性又能够有科普的这个周末。那刚刚我们去看那个摊位其实那天都会来，包括有地方创生做的东西，还有包括一些节能减碳的东西，还有包括一个资源永续的东西，这些都非常具有教育性，而且具有实用的意义。沙仑绿色生活节加绿色魔法日系列活动，将伫咧12月10号登场。现场除了有真侪活动优惠会当佚佗，嘛有设置美食甲特色单位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。前100名入场的市民朋友，主办单位嘛有准备好礼要来相送，市府欢迎大家踊跃来同乐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